10月31日万圣节，也就是西洋的鬼仔节，台中海线上闹热的男士万圣夜总会，伫沙鹿来起鼓，邀请到艺人王世贤、甲嘻哈天团911登台来演出。 大人囡仔穿怪奇服装，有的扮鬼怪精灵，有的扮乌白无常，也是梦界角色。伫街仔路那游行、那讨糖仔，边的艺角、民众搁夜糖仔饼，这是台中沙鹿区共同举办的男士万圣夜总会。我们必须要带有一点文学的气息，对，这样才可以跟西方的万圣节一起融合，中西合并。鲁花最经典的就是丝袜套头，我拉给你们看。 就是这样子，很高兴，因为更多人的投入，那关心我们这个一个地方小朋友的一个发展，那尤其能够提供这样好的一个场地，这样子的一个规划，让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出来哈，那能够来参与这样子一个活动。主办单位嘛讲，希望大家参与，和社区感情愈来愈密，大人囡仔的互动甲笑声，嘛变作是当年万圣节活动上感动的风景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